咁而家成個板咧，成個天花咧已經裝咗木紋板上去，不入編號啦，後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每一件板都有編號9、10、11、12，分好晒編號。啲木紋咧，我睇咗個方向係冇問題嘅，係啊。咁啲角頭位啊，都橫掂 OK 嘅，我仲要執佢，啲角位做得仲 OK 嘅，個頂。咁啲角位咧都做得 OK 嘅，係啦。咁成個效果就係咁樣。